这个公园呢，它原来是有既有干式自融池，那在设计上我们要考虑既有地形地貌不能破，要尊重既有地貌来做我们的游戏场。所以我们呢就是以一个干式游戏场为中心，然后周边呢利用它的山丘呢来增加它的一个野趣性，也就是说保留它既有的生态，所以我们叫做野趣的生态游戏场。一些既有的设施呢都能够保留下来，然后整修一些不平整的地方，比如说人行道，它原本是有扶根现象，我们把它整平了，让这个人行道变成一个无障碍人行道。第二个是以前那样的设计方法，保留原来干式的自融池，让市民有一个环状的步道来休息。那另外一个呢，孩童们可以在里面呢，我们有这些特殊的、有创意性的、有共融性的、有启发性的一些特色游具，来取代一般我们看到一些罐头游具。前后后，经过已经将近3年了嘛，哈。然后现在已经完成了，当然里面很高兴啊，市长能够来巡视，当然就是要发掘一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改善。好像邮寄比较少一点，邮寄比较少，是不是市政府这边能够再增加？当然我们一步一步改善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天是我们来我们归仁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公园哦，公儿6。大家知道说，近期我们会展中心已经开始启用了哈，要完成，然后3型 Outlet 也已经开始启用了。那所以说，许多重要的设施都在那边。这个地方是紧邻高铁站的这个区域。那但是对于社区来讲蛮重要。那原来这个地方是滞洪池，我们就把它绿化，种植一些植物。但是因为种植的植物可能会有串根的影响这样在我上任后，我们已经开始，我们就要求都不能种植这些会串根的树种那现在因为它会串根，那造成一些公园的破坏、设施的破坏还有这个地砖人行道的破坏，接下来我们就把它优化，然后加上一些游具。我想说，这种建设是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希望慢慢把它优化起来。那也希望说配合沙仑园区绿能科技城的一个发展，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增加一些公共设施，那增加一些包括公共艺术啦，包括一些设施，让地方更优化。那也希望说带给地方的生活品质更提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环保卫生部门的业务报告，佮有质询。列席的官员包括卫生局、佮有社会局。因为疫情的关系，议员陈怡丁关心疫苗佮有快筛量是毋是有够，呼吁卫生局要做好准备。议员陈怡丁表示，依照疾病管制署伫4月12日的统计，台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对甲疫苗的接种率伫6都当中排名上尾。如果以全年龄的分布来看，台南市完成对甲第3针的接种率嘛只有52.6%，比全国的平均搁较低。加上最近疫情爆发，出现民众想要施打却无疫苗的状况，就连快筛试剂嘛同款，呼吁卫生局要做好准备。人想要打疫苗，但他却找不到疫苗局长，我们这些疫苗的量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65岁到74岁的长者还不错，因为第一章其实75岁以上的长者他可能身体比较多的顾虑，所以我们也在很多的鼓励跟一些施打点。那全国目前疫苗是相对比较吃紧，因为大家知道在3月底的时候，全国有因为期限到了，很多疫苗到期去抛弃，又包含很多 BNT， 所以我想应该随着疫情来施打疫苗，这个民众这个心态可能要改善，应该在疫情平稳的时候赶快去打。所以感谢议员提醒说，我觉得我们的尤其长者75岁以上应该多多出来施打，我们也。
真的是要加强了。那最近因为很多长辈是反映说，其实他想要打哈，最近可能又找不到疫苗可以打哈，所以我想当然疫苗陆续到货了。那当然如果有疫苗的时候，也是呼吁所有的长辈哈尽快去施打哈。那另外就是快筛的问题啦哈。那因为其实现在疫情一直升温哦，那当然如果透过快筛，其实可以比较尽快的了解一下状况。我们想要购买这个快筛的朋友们，如果觉得他可能有确诊足迹，他可能想要去买快筛的朋友，他到底该怎么处理？对啊，跟医院报告，其实应该是中央征收，为了5月上路的10连制，所以很多的货暂时是被征调去。但是在这批货准备好之后，其实陆陆续续，因为我们台湾有至少有2间大厂在生产快筛。所以有居家快筛，所以我意思说，其实后来货源会慢慢的充足，那民众也这段时间稍微等待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卫生局会提供有相关足迹重叠的，是可以去领快筛，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民众也没有领那么多，后面大家开始变成，因为我们也要居隔者的快筛我们也要负责，所以慢慢的我们变要简讯通知者才能来领。我想那个快筛会慢慢的充裕，包含10连制的上路，我想市民是可以之后都可以买得到。至于5岁到11岁儿童到底当时才用开始施打，甚至12到17岁的第3针，卫生局长嘛表示，上紧应该5月份就会陆续施打。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面对本土新冠疫情一天4、5千例确诊，虽然中央有测还未达到上高峰，不过医院创真烦恼，咱市伫咧面对未来中重症的医疗量能是毋是有够？加上轻症，阁有无镜头的居家照护，嘛希望卫生局爱做好应应措施。新冠疫情本土的病例目前一天4、5千例，虽然中央甲地方表示，大部分大约99.6%拢是轻症加无症状，中重症的只有0.3%到0.4%。不过，议员蔡宏全以国外为例，担心咱市的医疗量能是毋是有够。对此，卫生局长徐以林表示，目前台南的负压甲隔离病房有600床，量能应该是充足。量能的冲击哈，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最担心，就是说，诚如局长说的，就我们现在目前统计是99.6%是无症状或者轻症，但是呢，我想没有人愿意像香港一样是那种巴黎铁塔那个爆冲式的，黑做 combo。在这种情况，我们刚刚看国外的，我们来看国内哦。最近大家当然很担心啊，已经都4、5千例了哈，但是其实坦白讲，我们慢慢的去适应，跟慢慢的去适应说，因为打过疫苗，其实我们是不用太过紧张，一些轻状或是无症状的部分哈，其实我们是可以去面对的。但是你到底是要学中国，比如说上海那样的一个强迫式的一个清零呢，你还是要跟着韩国或是其他各国的脚步走，就是我们可以因应这种轻症。那所以必须有推出很多的一个动作，所以等一下我要请局长帮我说明的是，这样的冲击，我们目前的床位，我们的医疗会不会跟着崩溃？在医疗量能方面，如果照我们的数据，0.4到0.5% 的中重症的比率，我们台南市的预估可能需要的床位大概1200床。那1200床，我们现在的专责加我们的我们的那个负压隔离加 ICU， 其实是有可以开到600床。那1200床不会一次都发生嘛，会一段时间，所以医疗量能是足够的。那甚至我们还可以再增开量能，所以在医疗量能针对我们可预见的这个中重症的病患是足够的。那另外在这个居家照护，我们分为健康照护跟生活照护，其实我想把它备妥完善再上路，在明天再上路再正式公布，我觉得是比较适当的。有时候急救章很多事情就会发生。另外，议员王家芝嘛以宜兰收容所体检的外籍移工加工作人员276人，结果到244个人染疫。询问消费局，咱市的长期机构如果曝晒，是不是嘛出现类似的状况发生？对此，消费局甲卫生局长回应，因为长期照护的机构出入拢有一定的管控加作业的标准，以目前的状况比较较未发生。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
台南市为着要打造友善的环境甲优质的民俗品牌，定了观光地区的民俗经营公约。今年拢总有52间业者通过评鉴，上午正式来颁发标章。根据市府统计，对108年来推动民俗公约的标章，到现在已经有116间。希望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业者的用心经营，会当继续保持竞争力。今年台南市52间核选民俗公约标章的业者，已上台接受市长委托颁发标章，肯定因遵守卖主动提供100的单调用品，降低社区环境的噪音、停车等问题，甚至成为市民外交的尖兵，进一步提升台南优质民俗的品牌。今天得到这个民宿公约哈，那我们希望就是遵循这个环保哈，一次性的使用方式，然后结合我们一些国际还有我们台南的文化，然后让我们台南的观光，然后整个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奖赏跟世界的关注。虽然业者认同标章的变革，不过较进人数不断增加的大环境，以市为统计，因平均大房率无到4成，所以观光旅局除了强调经营者疫苗注满3针，已经高达95%，会当安心大房以外，透过公约标章的认证，市长嘛希望提升大房的品质甲竞争力，创造多赢。在台南可以说是全台湾的民宿最多的一个县市之一。那我们现在推动了，在帮忙民宿来强化他们的竞争力，就是要用一个公约，用一个评鉴，这样子很多外地来的人，他才可以知道说，哪些民宿是好的，哪些民宿是那种日租型的，或是品质没有保障的。尤其在疫情中间，大家对于饭店的这个品质比较理解不包括有一些星级的一个评鉴，但是民宿大家就不了解，怕会良莠不齐，所以说我们帮忙民宿业者建立这个评鉴制度，能够让外地的人或是让来台南参访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有多元的选择，不管在星级饭店或者在民宿之间。但一般民宿来讲，民宿业者都是只有6个房间、8个房间的小型，所以说如何顾好品质，这变成说是否要帮忙这个消费者来把关。因此我们把这个评鉴制度做好，大家不管在防疫或是旅游服务品质方面就比较没烦恼。政府甲民间合作，台南市对108年所推动的民俗公约标章，到109年、110年连2档，台南市大房比率拢是6都第一，所以嘛，呼吁更较侪业者加入做伙拼观光。台南民宿赞不赞？赞！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过的。111年，台南市各项运动项目的代表队，伫咧顶半档各代表性的体育竞赛中不断创造好成绩。其中有8位选手，佮有1位教练入选2020年的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国家代表队。25岁上午，市长会特亲自表扬，同时嘛为因加油勉励，继续创造好成绩。111年，台南市中学各项运动代表队伫咧顶半档各代表性的体育比赛中得到优秀的成绩，其中有8位选手，也佮有1位教练入选到2020年世界中学运动会的国家代表队。市长委特伫咧25岁上午特别来到新南国小为选手表扬，鼓励会当再创佳绩。今天非常感谢市长亲自到新南国小来卫冕这一次台南市有5个项目8位选手跟1位教练要参加到法国诺曼第的世界中学运动会。那同时在这一次的学生联赛里面，包括我们的长荣中学、后壁国中跟永仁高中的篮球队都有相当亮丽的成绩。所以说市长特别在他们5月14号出发之前，特别安排了这一次活动。我想台南市的体育市长在今年已经要成立体育局了，那就代表台南市的体育要开始起飞了。我们也期待我们所有的选手能够以更亮丽的成绩来为台南市争取最高的荣誉。2022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会伫5月14号伫法国的诺曼底来举办。台南市入选的项目有包括倒球、跆拳道、沙滩排球、
游泳、田径等5个项目，希望这逐工努力训练的选手会当伫比赛中来突破自我，再创佳绩。其中高中甲组联赛女子篮球项目得到季军的永仁高中嘛，接受市长的颁奖甲表扬。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咱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随着本土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多，为着要让父母安心甲5岁以下的儿童送到托育中心来照顾，市长指示社会局推出居家托育的标准认证，除了强调保姆一定要注满3针，嘛呼吁市民好好选择有标准的认证照护人员，共同为咱的囡仔健康把关。目前5岁以下幼儿也无多注意到，所以幼儿园托育机构的防疫工作更需要大家关心。为了让家长伫选择保姆等照顾人员的时有保障，市府除了持续宣导保姆爱注满3针，嘛针对环境卫生甲符合资格人员，率先发出标准认证，希望共同为幼儿的健康把关，避免危害。5岁以下的孩子，不管在幼托机构或是家庭式的保姆，我们就需要建立这样的认证。希望说这些家庭保姆以及幼托机构严守这个防疫规定。大家可以看到，在另外一个外县市，曾经发生这个妇产科医院，其中的新生儿有好几个人被感染到了。这表示什么？表示医护人员没有做好自己的防疫，没有遵守防疫规定，就把大人把这个病毒传染给新生儿，这是非常遗憾，因为新生儿他的免疫力都还没有建制完成，又没有疫苗可打的话，染疫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觉得是5岁以下的，尤其是新生儿的这部分的防疫工作，我们特别要加强。为了避免受人照顾幼儿有潜在风险，社局除了协助居家托育人员落实相关防疫作为，并且扩大要求甲婴幼儿带做伙亲人，那这呢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特别当使用该服务。对此家长有任何疑问，买当联系06-208-8362等各区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台南新闻军职何秋芳采访报道。北区花地社区23号庆祝母亲节，除了有乐团、魔术的等精彩表演，也佫有竞技的活动。里长宋兰美玉除了感谢里面，也佫有各单位的热情参与，嘛表示伫咧中央甲市府的支持，伫咧年底花地公园会兴建活动中心的好消息。花地里为了庆祝母亲节，23号一透早用健行活动加开数目，吸引侪亲子共同参与，展现健康活力。加上关心乐团的演奏加精彩魔术表演，让互社区居民提前度过一个温馨闹热的假期。因有6座社区公园的花地里参与公园绿地科学，3天来就摕2个第1、2个第2，相当无简单。所以市长嘛特别高调肯定，并答应兴建属于家里的活动中心，透过里长来传播这项好消息。这一切就是为了我们华德里大家的里民能够团结一致就是有再聚一聚最主要我也是要感谢我们的市长他给我们的经费这个活动也是要谢谢我们陈玉珍议员，我们这个3年多来每次的第1名每次的那种活动玉珍议员都会从后面帮我们推动，非常的感谢。这次的是中油还有我们的那个台电来赞助。除了里内的公园都是第1名的公园以外那活动也都是非常热闹那今天是母亲节庆祝活动，除了祝福所有的母亲节快乐以外，那当然也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华德快有自己的活动中心，的华德社区活动中心已经获得中央补助的核定，在陈立委的争取之下，还有已经在地方跟市府的建议配合之下，很快在不久将来经费都已经核定了，那希望很快我们华德里就可以属于自己的活动中心。那感谢我们第1名的宋兰美玉里长她的用心那我想我会一起努力，也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会中除了市场专工来参与活动当中，嘛借此推动责任检讨，以及第5分局联合社区巡守队来宣导社区警政预防犯罪，互母亲节庆祝活动嘛加添一个教育意义。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天坛五条港上环4月30号到5月1号，伫咧台湾首庙天坛的庙埕办理敬上苍好年冬办道的大家活动。25号的宣传记者会，除了有成功各中的武术团来进行表演以外，更邀请到台南阿辉炒鳝鱼现场来进行台菜的料理表演，活动非常的精彩。主办单位嘛欢迎市民朋友伫咧活动的当天，做伙来首庙天坛看表演、食美食。伫市府经发局长期辅导甲商圈协会努力之下，天坛到5条港商圈申请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以20年商圈行销活动补助，办理一系列丰富活动，包含5条港5倍券联合大优惠、经典假生意年菜评比大赛，以及敬上苍好年冬年菜大家活动等等。除了充分展现商圈的文化甲创意以外，更展现出商圈餐厅店家凝聚力甲创新。这次更规划办理敬上苍好年冬办道大家活动，邀请商圈内美食店家做伙参与。新冠肺炎呢冲击各界，让民众外出消费的意愿已经都降低了，那造成商圈的人潮递减。店家的业绩下滑，那我们在金花局局长陈凯琳局长的长期辅导跟商圈计划的努力下，申请了经济部中小企业处110年商圈行销补助计划，那包括特色行销培能训练、商品开发、防疫项目了。那我们会结合餐厅，然后还有商业、民俗文化等元素来创新的火花。那另外呢，我们也配合中小企业处推出的振兴5倍券的措施，好，以协助产业振兴，带动经济发展。好，那也希望多多在4月30跟5月1号多多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持5倍券来消费，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优惠。5条港天坛的这个商圈活动其实非常有历史意义，原因是因为我们5条港是一个历史的台南的发源地，那即将建成400年，我想这样的一个商圈活动是值得大家来这个是观赏来购买的。那也要买好买满，但是口罩防疫也是要戴好戴满。要拼经济，同时嘛要顾好防疫。主办单位天坛甲5条港商圈以及中西区公所也呼吁来现场采港的市民朋友，要遵守防疫规定。4月30到5月初1吼，咱天坛5条港商圈吼办这活动啦吼，欢迎吼大家吼一起来参与了吼。但是要呼吁吼那个我们观众朋友的话吼，因为现在那个疫情吼蛮严重的吼，记得吼来参加活动的话，记得一些防疫的规定吼。首先就是口罩戴好戴满吼，尽量那个社交距离要保持好。敬上苍好年冬办道大家活动，4月30号到5月1号，将伫咧台湾首庙天坛庙埕举办。2天的活动，除了会邀请商圈内各店家到设计摆摊以外，民众提5倍券到指定的店家消费，更享有专属优惠。当天嘛有邀请成功各种武术团等团体来表演，另外也将伫咧台湾首庙天坛当中为疫情祈福，感谢上苍这一冬来的保庇。不止安尼，商圈嘛有邀请绿色团体一同参与这次活动，协助绿色朋友。5月1号当天也会颁发经典台菜奖项。2天的活动丰富多元，欢迎市民大众踊跃参与。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刘品言，咱再会。